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咱要来讲彩色的人生。有一个真好的这个经验，要来和咱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咱的教会真耶稣教会真正是神同在，神怜悯有圣灵教会。圣灵是啥呢？圣灵就是神的权柄。主耶稣嘛讲。享受圣灵，互咱有天国的锁匙，咱通好开这个得救的门，拢是耶稣基督的恩惠啦。咱有一个姊妹，伊伫迄个咱讲全联社有一个同事这是原住民这个同事知影讲咱的姊妹这主管是教会信者因为原住民足侪因对台东来本身就拢有信耶稣。伊的先生嘛同款有3个囡仔，讲起来生活真辛苦。但是阮得到消息，就是讲这个同事哪会要找这个姊妹带伊来教会原因就是讲伊讲起来年轻无介济岁，这个丈夫肝出问题黄疸讲到差不多12啦这数字就足悬的所以做太太当然还阁请3个囝幼囝还伫国小的阶段还阁开钱。那假设讲查甫人丈夫来因为安尼破病来无去这个做太太当然就真辛苦所以伊嘛想讲信耶稣，听讲有神迹奇事，信耶稣会通因为耶稣的拯救得到怜悯，将来要进天国。虽然是安尼伊嘛虽然信耶稣，但是无共款的这个主张甲对圣经的理解无共款所以因拢是礼拜守主日知影讲咱的姊妹每拜六拢差不多拜假啦无就是去教会聚会啦，所以就要甲问恁啥拜六爱去教会？咱的姊妹才甲讲这就是圣经所讲的爱遵守安息圣日，就是第7日啦。所以一般的教会守主日不是安息日，不是第7日，主日礼拜日是第1日。所以月历的这个算法，礼拜就是第1日，拜六就是第7日。神用6日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甲造人以后，第7日下了一世的工，神就祝福。所以伫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出来记记拢有清楚咧讲到神命定爱甲第7日当作是神要爱咱休困的这个日子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做的。所以听神的教示，咱特别得神的福分这个平信耶稣这个同事对咱的姊妹这个主管安尼真好奇就对拄到伊的先生安尼所以有机会伊就甲伊的这个主管讲伊的先生破病伫咱5车的这个东庄合14楼楼顶。阮接到消息了后就甲这个访问组大家就去找伊甲探访安尼一去到14楼的这个交易厅内底窗外虽然风景真水，但是咱到迄个所在，咱就常知这是病院啦，不是观光地区啦。所以虽然真悬，会当瞭望规个台中市甲这个5车台中港，但是却无法度吸引当时遮正人的这个眼光交易厅内底4、5个、3、4个伫遐坐这种病患伫遐咧歇困。阮去甲探访的时阵，这个姊妹先生去甲探访的时阵，哇，找到了人看到原住民毛乌乌目睭白人的所在差不多拢黄艳艳嘛那就是黄疸指数讲到12啦够悬这个肝功能差不多停摆喜乐嘛捌经历过肝机能歹去我的迄个指数是悬到3800几但是这个先生做丈夫的，伊的这个肝可能比我更较歹，所以嘛同款无运作就是无药通食安尼那看起来是原住民伟伟所以问了后才知影讲哇，这乌肉这是排湾族的啦所以要用国语甲伊讲哇，伊说安尼一口安尼真流利的这个台语啦我就甲问讲哇，你台语若讲真好你虽然甲阮无同款民族，咱是河洛人嘛伊是排湾族的伊就讲细汉伊的厝边就拢台湾囡仔
虽然啊，细汉伫这个太麻里故乡啊，有信耶稣，但是啊，来到这个都市吼，交了一寡朋友吼，嘛好闲安尼吼，就甲伊的同学吼，国中的时阵就去跳百家将，所以啊，伊嘛晓管练桥啊啦，伊嘛安尼对这个拜拜的代志吼，咱的传统信仰吼，真有这个参与安尼吼。所以当时啊，就我就甲问讲，你若台语真好吼，原来就是拢甲台湾囡仔做伙大汉。虽然是安尼啊，语言同款，嘛较乌，但是啊，破病的时阵啊，镜头嘛同款，因为已经涨腹水，讲3工爱抽一摆。我咧想到讲30几年前，我要读新人医进前，阮老爸嘛是安尼，甲阮放煞10冬，才佫倒转来，就是人无爱，伊外口的家庭人无爱啊。无啊，伊就安尼讲起来，哪像安尼也尾狗吼，安尼足可怜的，转来安尼吼，转来巴肚足大个哦。我虽然大箍，但是大箍甲巴肚大无共款呢。阮爸吼一工爱抽差不多2000、3000的水，这个先生吼3工抽一摆水，所以嘛不哩啊严重啦吼。即嘛安尼，这个腹腔吼因为涨水所以互伊安尼足袂爽快。看伊穿这个内衫架吼，佮安尼夹一包烟啦。太太就捌讲吼，讲先生咧讲这遮严重啦吼，所以上好是莫食烟啦，甚至吼流目屎甲阮讲，医生已经甲通知讲若有啥物爱食的，有啥物爱做的，有啥物代志吼，就在意啦，看伊要安怎，就欢喜就好安尼吼，言下之意吼，就是意思讲毋免阁讲吼，意思就是差不多啦吼，所以做太太吼嘛无啥话讲，这个病人本身嘛无啥话讲，所以。人到食饭时间伊嘛无食饭，讲会安尼伤闷啦吼，无胃口啦吼，肝硬化典型的发作吼，就是这个型的啦。这病看起来就是长期啦，因为伊的工课所以工厂排出来迄个废气影响那肝气嘛出问题，过来爱啉酒，搁熬夜，一寡安尼急性的这个病症就急速互伊的肝出问题。咱知影肝是无神经的所以肝若出问题是袂疼袂艰苦的，你神安尼尔你讲胃有神经胃疼足艰苦，心脏疼真艰苦，这个肝无共款伊敢若互你安尼忝压线，肝出问题就无胆汁，无胆汁就无法度去到这个胆遐甲收集这个胆汁，所以消化系统就出问题啦，黄疸就走出来，规身躯都黄的，目睭仁拢黄的这咱就咧讲迄个肝胆相照，就是安尼啦肝无好，胆一定歹，你肝甲胆中间迄个胆管嘛会出问题伊甲因太太差不多10岁啦，但是敢若尾也阁生一个所以讲起来事实是4个囡仔哇，无几岁4个囡仔佫无法度工作敢若靠太太伫全联社安尼一份工课佫爱带囡仔翁婿佫伫病院所以工作暂停，收入嘛暂停讲起来人生直接走入足大的这个考验啦咱嘛毋知要哪甲帮助呢？这个时阵毋是讲摕钱去就好呢，钱帮助有限也是讲安尼有迄个仙丹妙药，互伊随好。人讲先生缘嘛主人福咱毋敢讲嘛毋知影讲到底这个药对伊是有帮助也无当然爱对症下药，但是已经是足严重的情形佫涨水佫爱抽水这就是肝硬化一个确诊啦所以。伫当中合会使讲是各方的环境差不多是都建筑要较水安尼尔，人啦看着就烦恼心情沉重安尼尔所以我咧想讲安尼短时间无解熟悉到底是要甲伊讲啥我拄简单咱伫遐就甲见证啦讲。你有信耶稣无？伊讲有啦。安尼我甲你讲咱信耶稣的人是袂使拜拜啦，因为拜拜迄是偶像神上厌恶的就是你信仰顶面的这种混乱这就对神无忠啦所以我就甲伊讲咱信耶稣的人耶稣是天顶神这个降世。来成做肉体来到世间，要拯救咱的罪所以伊来到世间为世间人死，所以钉十字架。你看，恁信耶稣，阮信耶稣，教会嘛拢安尼看重这个十字架只是阮无甲十字架搬出来啦。讲到爱挂咧胸坎做这个装饰较会水，其实毋免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爱，伫咱的心内都有够所以将来肉体爱归回颠倒。
人面对的是啥物？讲若离世以后灵魂要去对啦，所以死是正人的结局，这早暗的代志，总是灵魂未死过去啦。所以较早讲咧观念桥啦咧看梦啦是要安怎看？到底是安怎？讲起来无一个确定的这个根据，但是圣经都有讲按照神的定命，人拢会死有一摆会死，死也有审判所以审判一定毋是审判肉体啦，肉体都害去衰败去都毁坏去要审判一定是灵魂，所以灵魂是确实有知觉的灵魂的知觉咱就讲迄就是自我意识啦所以人离世以后迄个自我意识迄个灵要伫咧倒转去神遐来审判以后分裂正边甲倒边正边的就是准备去龙园听候进天国，审判以后进天国倒边的咧就是到阴间受苦到尾都要落地甲去沉沦。所以伫遐安尼简单甲伊见证边信耶稣嘛甲伊讲咱咧传统信仰讲起来你安尼跳百家将薰酒搁安尼半暝时间讲起来真毋好。我讲你安尼搁有4个囡仔咧搁有太太安尼你需要耶稣的爱啦我甲你讲阮真耶稣教会无共款我甲你体验神祈祷安尼好无来求圣灵。伊虽然无几句话安尼点头尔乌仙的这个面罗已经目睭人拢红安尼喙唇嘛拢无血色比我较矮我都已经矮比我较矮，都无1.60米啦无甲160安尼所以讲几句话了伫这个交易厅我就甲讲你若愿意我来甲你帮助祈祷。伊竟然讲好呢我讲安尼好毋通大只因为这是交易厅有足侪其他的人，我讲无来你的病房来你的病床啦，咱来病床祈祷。因为东中汉迄个健保床是一间大间3层所以伊拄伫迄个单人的这边还不错啦都一间大房一个厕所安尼卫浴3位伊是迄个甲单独一位阮怎访问组7个含伊甲因太太8、9个钱伫咧有个坐面床有个坐椅安尼我就甲讲我讲我来你开药伊咪笑敢还有药我讲这贴足好用的你对我念第一句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伊就念奉主耶稣圣名祈祷我甲讲这个耶稣是神的名，背圣经互伊听讲咱会当瓦靠得救这个使徒行传4章12节你讲到天下人间无赐了别个名互咱瓦靠得救就是耶稣这个名伊知影伊就点头我讲祈祷毋免像恁的教会安尼直直念哪像主耶稣毋知耶稣是神毋免念互听啦，毋免甲报告伊既然是神伊知影咱的需要，伊要进入咱的心肝。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要升天以前伊都赐了保惠师互咱，佫称作真理的圣灵像以弗所书内底嘛讲咱信主的人爱领受圣灵的印记啦这真要紧所以我就甲解说讲刷咧咱就念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是希伯来原文，赞美耶稣是中文安尼这毋是咧念咒呢，毋是你咧拜拜，你咧观念桥的时阵你咧启动的时阵你念的咒语，毋是咱这拢是会使解说，拢明明白白的所以免报家己的名毋是咧念咒咱奉耶稣的名祈祷念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就是咧学了真神，学了天父意思安尼就好啦。所以我用安尼足简单的解说看伊愿意无愿意做伙祈祷无当下迄个气氛就感觉讲有影人面对死亡的时阵人之将死这个生命真正会较安静啦甚至伊嘛是毋是我咧想伊是毋是讲无试看卖的啦有的人讲食药试看卖就咧试好讲遮简单的代志就这点时间免创啥安尼我是甲讲这贴药无共款，就是祈祷啦。感谢主主耶稣真正嘛造就伊嘛造就阮呢要祈祷以前我看到伊的迄个胸坎有挂一个迄个符啦我就笑笑我讲你若要祈祷安尼我甲你讲，你的符莫挂，
咱要祈祷就是要敬拜天顶的真神，啊毋好拜真神，要搁拜偶像，啊要搁拜你较早遐个传统啊，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十路的这个神，十路的这个偶像，这是错误的啊。所以你是毋是互我就安尼甲讲哇，伊应该有向上的心啊嘛真宣布的款伊就把迄个胸坎的迄个符啊佮摕互我啊我是讲摕互我，奉主耶稣性命拄偶像，我就要甲认认的准备要炸转来教会单调伊怎甲伊摸安尼表示一下安尼伊摸就知影阮就闪较开咧，伊甲迄茶几伫迄病床边仔迄个三格迄个有抽屉的茶几第二格就开内底佫一个啦，佫一包烟啦，所以符啊是2个就摕互我哇，安尼表明伊真正暂时清好清气要来靠耶稣呢阮就伫伊的病床遐安尼做伙祈祷感谢主。这个访问组6、7个同工哇，大家嘛毋知要创啥啦，因为这都很也毋捌见面过第一摆初次第一摆安尼捌来教会是因某啊，但是伊拢毋捌啦阮就是讲家祈祷就好啦，伊若愿意要挖靠主或者感谢主耶稣真正若互伊圣灵真像阮安尼指头卷起来跳动本来念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念袂清楚心内感动流目屎安尼心肝足安慰的主耶稣来医治伊的心灵啦。阮是安尼想啦所以其他的同工嘛拢听我安尼讲大家都会心的微笑讲安尼团队来个开这贴药安尼我都还没做伙祈祷安尼感谢主，伊就真正目睭刻恭恭敬敬手合合伫胸前就和阮做伙奉主耶稣圣名祈祷即摆来目睭刻刻一直念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足单纯的啦我咱迄阵就想讲，咱的工作就是要协助人，要帮助人，互伊会当得到造就想起咧祈祷的时想起讲，哇，主耶稣啊，你有怜悯伊有4个囡仔呢这个做爸爸若无去，囡仔变孤儿太太变寡妇太太佫很少年，哇，一个少年的妈妈带4个囡仔生活是要安怎真正值得咱烦恼，替伊安尼感觉捏把冷汗啦怜悯的心就走出来。我想毋是干那我有这个心意尔毋是干那喜乐这个心尔，边仔同工大家拢安尼所以都甲伊帮助祈祷祈祷的时阵就起来甲按手哇，感谢主遮奇妙呢！安尼甲伊讲到无10分钟的时间呢，祈祷嘛无3分钟呢，即马手甲按伫伊头壳顶的时阵伫迄小小迄个病床头前哇，人怎震动起来呢？对迄个屁股坐咧面床怎安尼就跳起来安尼呢？哇，感谢主！这个指头都光指发出声音来哇，就感谢主的得到圣灵所以本来我安尼嘛想讲安尼忧伤替伊烦恼讲囡仔要安怎，将来这个家庭要安怎结果得到圣灵大家拢足欢喜，因为拢听会到圣灵的声咱拢听会到会晓分辨毋是像一般讲有圣灵，一般的教会袂晓分辨恁得到圣灵就扑白破烂无你涂骹国公烂甚至失去迄个知觉这毋对啦，这错误的。圣灵是神的灵，入来咱的心灵的时阵是互咱安静的，是安慰的，要帮助的所以感谢主一个蔡阿姨都伫遐讲哇，感谢主第一摆安尼拄着迄个讲话讲无偌久祈祷就得到圣灵的这款的这真正足奇妙的这个体验啦第一摆祈祷煞请问讲伊几岁，伊讲伊姓罗安尼啦我看起来虽然同款乌肉同款目睭看红丝拢白人拢变黄人，伊毋捌来过真耶稣教会啦伊毋捌来过咱教会，伊嘛毋知啥物叫做灵言祈祷叫做圣灵，但是伊伫这个顺服顺从的这个引带下面佮阮遮济人遮7、8个、正10个伫边安尼甲祈祷哇！伊安尼感觉讲大家无食无屎足安慰的足欢喜安尼主耶稣怎互伊得到圣灵呢？你著安尼想啦，这个人祈祷就得到圣灵，毋捌去过教会，干那咱安尼也无讲甲布道，讲什么大道理。就简单来讲，你来靠耶稣，这是一贴上好的药比仙丹妙药较好。蔡阿姨讲伊安尼食到70岁第一摆安尼含人出来访问无信的愿意要祈祷安尼3、2句就得到圣灵所以我想讲其实
无一定造就迄个罗善士，较要紧的是造就这个工人，这个同工。所以咱访问的时阵是真正带着能力的呢，有基督的爱，有神的恩典的所以祈祷煞了我就甲讲莫去拜啊啦嘛毋通去跳当机啊啦薰嘛毋好补啊，你的身体歹结果我甲讲伊拢照做该交出来拢交出来，我就甲讲主耶稣听你甲你接纳所以神的怜悯到你的身躯你若有机会出来阮沙鹿后真耶稣教会边五车边清水后真耶稣教会若转来台中市哇，台中市有台中教会，有南台中，有西台中有黎明即还有乌日还有这北台中哇，足侪间教会花坛嘛拢有太平啦、大理啦就是内新啦，这拢总有教会看你伫台中的倒一个所在，你若欢喜要来，拢会当做伙来安尼阮的教会全台湾拢共款的，真耶稣教会拢共款，祈祷拢共款安尼，有圣灵就有祈祷会根基出声无圣灵就无所以这袂当用激的嘛袂当用恶的。简单安尼甲辩证伫遐嘛甲伊所挖靠迄个符迄五常拢甲炸倒来感谢主转来了心肝呢真开啦，安尼真甜蜜，感觉讲比外口的光景较好都想到这个使徒行传17章咧讲神创造宇宙甲中间的万物，伊是真神，天地的主宰，伊神毋免带人手所做的电反颠倒将活命气息万物拢赐予万人，咱的生活动作存留拢在乎伊啦阮祈祷煞袂使甲影响伤济是病人嘛阮就离开烧酒烧药讲无下礼拜才过来甲看但咱拢心知肚明，下礼拜毋知有活咧无总是伊即马有这个体验，这个体会是真的所以我要离开的时阵嘛甲因太太讲恁先生你看毋捌耶稣，毋捌祈祷，毋知影真耶稣教会，搁较毋知影圣灵，他拄迄就是圣灵哇！太太目屎直直高直直切，伊讲原来这个就是圣灵啦所以伊就感觉讲上班的时阵咱伊这个主管伊感觉讲气质不一样啦所以我就甲勉励讲不管安怎你若愿意囡仔开咧来教会你若较晚近对一间教会，真耶稣教会爱记哩真耶稣教会其他是无共款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迹奇事，耶稣基督的教会，神的教会甲咱同在希望你会当来安尼我当然尽量甲讲因为初熟悉都无半点钟祈祷煞就要来婚礼我想永生的神福音的种子定伫伊的心内。是毋是以后家己一个人爱带4个囡仔，还是讲要搁踮台中，还是要转去庄脚伊的原住民的所在？我想无人知影。总是咱知影是啥物？讲有病的人需要耶稣，需要医生啦。但是若有病伫困乏、伫苦难内底，搁袂晓倚靠耶稣，讲起来就真可惜。所以大家互道平安，再见，撒由那拉。是毋是愿意尽力量、尽本分阮会当继续祈祷，愿主耶稣开启伊的心来找到该找，来得到该得的拍门的时阵，有人甲你开门，你就袂孤单所以希望讲咱收听节目的这个好朋友，咱嘛共款，你若愿意共款你伫厝内，你伫房间恭恭敬敬跪咧也好若袂当跪就坐咧倒咧拢袂要紧，目睭闭闭，双手合伫心前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一句安尼就好。过来，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简短迫切，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耶稣知影咱的心肝，知影咱的需要，伊若进入咱的心灵，你的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就念袂清楚舌头会足自然讲起来发出声音，迄个字头安尼迄自然的袂使激毋是激，毋是学来证明咱得到圣灵。所以老善士安尼听无几分钟，无到10分吧祈祷嘛，无到嘛袂足久的都2摆祈祷，一摆都3分5分安尼无半点钟的时间，伊就体验到真耶稣教会真正有神，所以以上甲伊讲的伊差不多完全接受啦因为无通互伊驳倒的嘛对因太太来讲哇，更较感动，先生呐安尼我相信神是咱灵魂的这个老爸大医生伊若愿意要倚靠主耶稣会甲帮助。当然这也无法度追踪啦因为都无资料希望讲伊若健康会当恢复健康有机会当然爱来感念耶稣的爱
那恢复健康，啊，佫转去走回头路啊，咱嘛管袂着。所以只有远的所在，共一个时间啊、空间啊吼，但咱毋知伊踮伫倒位啊，愿最后所来保守。这个节目就到这，咱要做来祈祷吼，压头袂倒，奉最后所性命祈祷，主爱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通明白，生命毋是家己会当掌控。阮软弱的时阵需要耶稣，病痛的时阵无依我，毋知要对倒去需要耶稣。主啊，阮相信你的灵早就伫阮的身边，要来帮助阮。你看到阮的需要，你赏赐阮的日用的饮食，嘛来带领阮的脚步。愿主耶稣啊，你来感动更较侪，即毋捌你的人会通互阮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见证，来遵照圣经的教示，做伙来体验圣灵的同在，安尼咱实实在在来领受这份属灵属天的这个救恩来得到主的看顾，来倚靠主的全能，将来要来进入荣耀的天国。主啊，阮安尼祈祷，愿你垂听，愿荣耀颂赞归你的圣名，愿平安临到你喜悦的人。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节目就要来这来完成结束咯。这毋望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也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迹奇事，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同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跟我联络哦吼。咱来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公平听的人更较侪造就会更较大。希望拢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通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侪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又更较造就。愿主甲咱祝福，大家平安。